你入3間去班中心問我係咩班，3個答案竟然唔同。嗱，呢個唔係偶然，係因為香港根本冇一套真正培養光學專才嘅制度嘅。嗱，你會發覺一件好奇怪嘅事啊！唔理你係咩班，大部分嘅中心咧都係用 Pico 皮秒或者1064納米激光幫你打班嘅。你有冇諗過點解呢？你有冇諗過呢兩種激光係咪真係啱你呢？定係佢哋嘅操作門檻低，容易標準化訓練，新手都好快學識啊？對公司嚟講，呢個最合乎商業邏輯嘅選擇。但係啊，唔同嘅色班差別可以好大喎，有啲深色啦，有啲好淺色啦，有啲來自於真皮層啦。嗱，只係用 Pico 或者1064處理所有問題喎，結果係點啊？有啲人打幾次就清，但係有啲人打10次都未淡過啊，甚至越打越黑。喺我哋臨床上用得最多嘅光學儀器咧，唔係 Pico，亦都唔係1064啊，而係毫秒。點解出面好少人講毫秒嘅咧？嗱，因為佢嘅操作難度極高。嗱，對於臨床判斷同埋經驗要求咧係非常之高，唔容易標準化嘅。可能係呢個原因，所以大部分嘅中心咧，索性唔用毫秒去班。我整理咗一本小冊子，記錄咗多年嚟我哋嘅真實個案，入面好多客人喺出邊試過好多方法，打到絕望，以為冇得救㗎啦。轉到嚟我哋呢度打班之後咧，先見到改善。就算有啲好普通嘅雀斑啊，我哋都唔係靠 Pico 打嘅，都係用毫秒解決。如果你試過幾間中心打極都冇明顯改善，嗱，可能唔係你嘅問題，係你未遇到一間肯花時間睇清楚你塊斑點樣先可以打得更好嘅中心。歡迎揾我哋做一個免費評估，你會先得到一件事，清楚分析你係屬於邊一種類型嘅斑，點解之前打得唔好，應該用咩方法打，先睇清楚先講打法。想約評估可以 DM 我哋。